Poly U Speed 25周年呈獻，大人 must be check， 領袖同行，創變前路。好，大家好，又嚟到大人 must be check 啦。咁今次我哋呢一集呢，就邀請到立法會議員容海恩。Hello Jason， 你好。Hello， 都識咗好多年噶啦。係啊，咁另外呢，就有繼續有我老闆幫手客串主持啦，就係 Peter 阮博文教授。Hello。咁先讓阿老闆去發問先啦，輕鬆啲都可以，輕鬆啲係容議員，好多謝你參加今次我哋呢個節目啦。咁就我知道議員你都好關心 AI 喺香港嘅發展。咁我哋高等院校咧，亦都係非常擺咗好多資源咧喺呢個 AI 嘅發展啦，開咗好多新嘅課程啊，同埋咧仲要喺教學上好多指引俾同事，同埋指引俾學生點樣做功課啊等等啦。咁所以或者聽下容議員你對 AI 喺香港嘅發展比較宏觀啲嘅睇法係點咧嚇？咁我最近亦都係寫咗一個人工智能嘅發展藍圖建議書俾政府啦。咁都希望政府響無論係上中下游啦，同埋響研發嗰方面咧，都係要關注多啲嘅。其實最近政府無論響使用人工智能嘅道德上面，其實都有指引，都有相關嘅指引。無論係俾政府內部嘅人好啊，或者係商界好咧，其實都有相關嘅指引。但係我覺得咁樣係未足夠嘅，因為大家都睇到響舊年年尾、今年年頭咧，其實無論 DeepSeek 響香港嘅發展同埋香港嘅影響，其實好十分之大。好多中小學生可能都開始利用 DeepSeek，點樣去協助自己做功課啊？好似頭先教授都有講啊。學校都需要有指引咁樣，但我覺得整體上政府點樣去令到我哋成個人工智能或者喺我哋嘅創科界可以更加有前瞻性，同埋點樣可以融入翻去國家嘅發展大局，我呢個係緊要，因為國家我相信已經喺好多年前已經係訂立咗人工智能嘅發展藍圖，但係我覺得香港喺呢方面仲係有啲卻步，有啲墮慢。咁當然我哋而家見到慢慢逐步可以做得更加好，包括係香港嘅超算中心，響數碼港嘅超算中心，但係嚟緊我哋都係睇到最多都可以去到3000P 啫。對於係點樣追上翻內地嘅步伐，我哋未講國際啦，內地嘅步伐點樣係一齊做得好，點樣去吸引更多嘅人工智能公司進駐喺香港，我覺得算力係緊要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咁香港唔夠算力唔緊要啦，有其他配套其實都未追得上，包括係電嗰方面啦、水冷系統啦，其實樣樣都係好多唔同嘅配套，都需要係點樣去令到其他人工智能嘅配套係做得好，先至可以有更多嘅超算中心，先至可以吸引到更多嘅無論係內地嘅先進嘅人工智能企業，或者海外國際嘅人工智能企業進駐香港。因為呢個正正同院校其實有密切關係嘅。如果我哋係唔夠大型嘅或者係國際化嘅人工智能嘅公司喺香港呢，亦都未有咁嘅氛圍，亦都吸引唔到我哋有更多學生去學習或者係去研發嘅應用。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兩邊一齊走，學校又走先一步，令到企業又多啲過嚟。所以我覺得有一個藍圖係緊要，俾到政府有一個前瞻性，有個前瞻嘅部署。我哋響研發上面，響芯片研發，或者我哋點樣面對國際之間而家有咁大嘅競爭，或者響貿易戰，或者係關稅戰上面，我哋亦都係可以領盡先機。我覺得呢個政府一定要係行先一步去諗多啲咯。係，其實啱啱提到嗰個主要係Gen AI 生成技術嗰度啦。其實咁啱我哋院校咧，應該就做到一個應該全香港第一間高等院校做啦，就係 Genetic AI。Genetic AI 應該一個叫做代理式嘅 AI，咁佢可以 confine 喺咧就一個院校自己嗰個 local server 裏邊都可以運作到嘅。佢嘅算力未必需要去到勁大，但係咧就應用上反而仲啱啲喎。因為平時嗰啲 Gen AI 咧，佢係會你問佢好多嘢，佢可能答到一啲佢自己嘅 common sense 以外嘅嘢。你學校根本就冇依類知識係要去答出去，咁佢答咗。但係我哋反而可能要 confine 翻佢，令佢唔可以答到超出嘅嘢。繼而咧，其實因此咧就唔需要咁強勁嘅 data center 啊，或者 data server 都可以做到呢個 purpose。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一個發展方向嚟嘅。咁因為依家有 DeepSeek 啦，即係有啲 Llama 嗰啲 model 咧，其實係可以下載咗佢
自己 local on premises 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另外一個發展方向，令到唔使受限於一定要買啲好勁嘅芯片，而去追住嗰啲大圍做嘅嘢。我諗喺香港要喺呢刻，香港要有個自己好似 DeepSeek 咁嘅嘢生成出嚟咧，都幾難。其實歐洲都試過一個啦，指日可待，有機會嘅，有機會嘅。我覺得好嘅，即係響而家有限度嘅資源下邊，點樣令到學生更加上前一步？我哋唔夠算力，我哋點樣可以用更少嘅算力去做更多嘅事？即係頭先阿 Jason 都講可以有Gen 嘅 AI， 咁我覺得呢方面係值得肯定，同埋應該要推動學生去多喺呢方面研究。尤其是如果你話可以係下載落嚟自己響院校自己入邊用，亦都唔會係攞到一啲額外嘅其他嘅資訊。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因為我哋而家見到 AI 係俾到我哋嘅資訊係包羅萬有，係有好多係疫情係有啲係錯誤啦，又唔準確啦，直情係亂 gen 出嚟嘅。DeepSeek 已經進化咗好好啦，我覺得係進步過往ChatGPT 嘅年代。咁但係我覺得點樣去令到我哋本地都有俾到學生係有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去學習，呢個係緊要嘅，因為呢個正正亦都係連鎖住我哋國家安全嘅問題，即係點樣去保障翻學生嘅資訊係正確啦，亦都係響政治上面，響我哋學習上面係合適嘅。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係頭先我提嗰個我哋個 Agentic AI 個方法咧，其實做到呢部分嘅，即係我哋框咗喺我哋校園裏邊咧，學生交嘅功課，我哋同時交我哋啲 internal report 擺晒入去，佢係唔會出街嘅。係啦。咁嘅話咧，就大家用嘅時候就安心好多啦。啱啱有個新聞就話 Samsung 都用咗 GPT 去解讀佢裏邊 report， 點知嗰份報告就出咗街。我哋院校咧仲有一個方向嘅，就係喺 AI 咧就唔係正話係某一個學科或者係讀電腦或者點樣嘅同學先至學習。我哋就喺差唔多每一個領域，我哋都希望同學咧都可以學 AI 喺佢個領域方面應用。咁所以我哋就係有一個 compulsory 嘅，即係強制性嘅科目，就係所有同學都要收嘅，就包咗 AI 喺裏邊嘅。咁另外咧，佢哋若果再想收多啲 AI 亦都得，我哋亦都有一個咁樣嘅方法咧，令佢可以收多啲 AI 喺佢自己嗰個major 方面，但係亦都可以讀多啲喺嗰啲 elective 方面咧讀多啲 AI。咁我哋希望咧喺唔同領域咧都係應用到 AI，咁先至咧係變咗係嗰個普及化，係我哋覺得好重要嚇。係，我覺得而家點樣去大專院校啦，尤其是 Poly USP 啦，響培育我哋複合性嘅人才係好緊要，即係響唔同學科，我哋都可以利用到科技去幫手。咁我最近我自己去到數碼港嗰度去拜訪唔同嘅企業啦，咁佢哋亦都係有嘅，譬如包括係歷史系或者藝術系，點樣去利用人工智能去幫佢哋做好數據庫入邊嘅分析，畫嘅分析，亦都可以利用畫作嘅歷史嚟幫學生嚟做學習。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俾到學生有一個更遠大嘅理想，可以做到更多。因為過往我哋諗住去圖書館度慢慢揭，或者我哋淨係學習藝術嘅歷史，或者一個畫作嘅歷史，亦又唔知佢係有啲乜嘢嘅技術係令到我哋感受到係個年代啦，佢哋係邊個畫家嘅出手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同時間可以協助到學生有一個更多元化同埋更深嘅感受，令到佢哋係理解到，或者真係可以有個更沉浸式嘅學習喺入邊咯。係啱啱呢個有少少好似 reverse engineering 嘅方法嚟嘅，因為近排我哋都有試，就係俾完幅畫佢，咁平時你玩 Gen AI 去將啲圖咧，你係靠撞彩啫嘛，可能你將100次都未必將咗一幅你啱你嘅，咁你先要俾一幅你覺得啱差唔多啦，叫佢寫翻個 prompt 出嚟，跟住你就喺 prompt 嘅字句調整下，再出翻一張你想要嘅圖。即係，但係佢出個嘅時候咧，其實都要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咯。你了解到個 AI 原來從啲咩嘢去理解呢張圖咯，係。
係，我諗都係要慢慢 machine learning， 即係電腦嘅學習要慢慢俾佢，同埋我哋要俾翻啲啱嘅嘢佢咯。尤其是點樣可以融合翻我哋國家，尤其是我哋中國文化嗰方面，我覺得呢個係需要長時間去做一個試練嘅。咁所以即係好開心，院校都有呢個諗法，就係俾到多啲嘅感受俾學生，包括係器械自己，其實佢哋都要自己有自己嘅感受，令到我哋用家係獲取得更豐富嘅資訊咯。係，咪有個 project 好想做嘅，淨係呢個清明上河圖，哇裏邊每個人喺度行嚟行去咧，其實佢可以有自己諗嘢噶嘛。有我最近睇香港博物館 M+，佢哋都有近似嘅，咁但係佢哋就係即係每一個細分你可以 click 入去，即係指點咗呢個人喺度做緊乜嘢，佢又可能同嗰人對緊話，喺度有海盜上嚟，咁佢點樣做啊？咁樣咁可能下一步就係真正同佢有對話，佢哋其實會點樣處理？佢有啲乜嘢嘅選擇可以做咁樣？係議員咧，我哋就喺自資界別啦，我哋覺得我哋可以扮演一個大啲嘅角色嘅，即係特別喺香港教育作為嘅 education hub， 即係教育國際化方面，因為咧我哋係係自資啦，就冇話涉及納稅人嘅資助俾非本地學生。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就希望我哋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嘅。咁或者議員你或者睇下現時，譬如我哋啲政策有咩可以 promote 到，我哋可以呢方面做得好啲咧。咁我哋立法會最近咧都有研究國際教育樞紐嘅。咁大家都知道，響北部大都會嗰陣時，第時都會有一個大學城喺嗰度，咁大家都係期待嘅。附近有咩配套啊？我哋點樣吸引到更多嘅海外學生嚟到香港啊？咁啱啱袁教授都有講嘅，即係響自資院校嗰方面個角色其實亦係緊要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係政府資助嘅學校，可能佢哋嘅限制啦、收生嘅比率啦，呢方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關卡。咁所以我覺得自資院校響佢哋嘅課程嘅選擇啦，點樣可以更有前瞻性？因為我相信個審批時間係短啲㗎，咁可以更有前瞻性，可以更快速去跟貼個潮流。我覺得呢個緊要，即係包括頭先 Jason 都講最近學校都有諗啲新嘢，有啲新嘅 generative AI 嘅課程，咁所以我覺得點樣可以緊貼潮流，點樣可以加快大家嘅步伐，點樣可以令到海外學生嚟到香港，亦都可以令到海外學生嚟到之後都幫香港説好香港故事。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尤其是喺教育上面。我哋唔係淨係自己學到，我學到可以學以致用，又可以喺香港度發展。我覺得尤其是點樣帶動由教育上面帶動成個經濟，其實教育都係一個大型嘅產業鏈啦。咁我覺得成個產業鏈其實周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嘅配套可以做得更加好。尤其是我哋而家講緊提振經濟，其實教育唔一定係淨係使錢嘅，其實都係引錢過嚟，包括係引啲高端嘅學生過嚟啦，或者係更有份量嘅教授進駐嚟香港啊，令到成個嘅氛圍更多嘅學生係聚焦喺香港上面嚟學習，或者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品牌嘅學課程。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對於大學嘅發展嚟講，對於我哋點樣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係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咁所以亦都好即係好感謝你哋自資院校啦，有咁有心去推動無論係國際化嘅情況，帶到更多嘅海外學生嚟到香港去做海外做更多嘅宣傳。我覺得呢做解說尤其是緊要，因為我相信好多嘅海外學生對於香港嘅教育可能都係一知半解，響宣傳上面，響宣傳渠道上面，其實都需要大學自己真係自己走出去幫手幫香港去做好宣傳。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嘅重要嘅部分。點樣去令到大學真係自己可以走出去？而家遇到啲咩關卡？咁呢個我哋希望可以幫你哋解開呢個問題啦。但係我哋都希望無論係政府好或者係大學自己好，都可以係走出去，令到更多嘅海外學生係知道香港學習嘅好處。一個主要嘅我哋覺得係一個關卡咧，
就係學生宿舍嘅問題，特別係自資院校啦。咁係資助院校咧，亦都有呢個問題嘅，都話唔夠。但係自資院校咧就更加唔夠，因為我哋政府撥地通常撥好少，幅地好細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就可能係Northern Metropolis 啦，嗰度會預留咗啲地方，不過嗰個預留嘅地亦都唔係好多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政府要睇睇呢個學生宿舍嘅問題。當然啦，而家都有一啲酒店啊，或者啲發展商啊，佢哋咧亦都係可以配合嘅。咁但係咧，始終咧嗰個成本都係比較貴嘅。咁若果係真係想推動呢個香港作為一個留學嘅地方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需要解決嚇。係啊，呢個問題我相信我都唔係第一次聽，即係對於其他嘅自資院校都有面對同一個問題，即係你就算撥咗個地，可能又唔夠，跟住擺好遠先至有一個學生宿舍，咁對於學生返學嘅情況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咁所以無論響而家現時嘅地方去改裝好啊，或者點樣去。大家都知道可能商用嘅地方都係供過於求咯。而家係咪有可以轉型或者係升級轉型變做學生宿舍呢？咁樣或者可以吸引更多，頭先教授都有講酒店式嘅服務係咪又可行呢？咁樣希望政府呢方面都話拆牆鬆綁，令到成個政策係更加有彈性，令到你哋可以吸引唔同嘅學生嚟到香港。另外即係可以收嘅所謂非本地學生嗰個界定啦，就咁叫非本地學生呢，可以會裏邊再分內地學生同埋真係非本地，真係非本地嗰個呢，喺我哋私立院校呢，就係冇限制嘅，即係我收多100% 都得。但係內地嘅學生嚟呢，就依家我哋院校呢，就只可以收10% 咁樣，係啦。咁但係作為一個有牌子有好嘅 reputation 嘅院校，其實唔係應該要俾佢收多啲咩咁樣？咁就算係，因為我哋自資營辦係唔需要動用政府嘅資源噶嘛，基本上係啦。咁係咪更加靈活去令到即係香港作為教育樞紐嗰個速度可以提快啲呢？因為如果 UGC 佢可能要就住佢政府資源就發展得唔可以去到40%已經好盡啦咁樣，但係我哋可能去多100% 都冇問題嘅。呢個決定我覺得唔應該再拖拉太耐咯，即係1年又1年咁樣過咗，咁但係香港要發展成為教育樞紐嗰個契機，我覺得係短時間內要做到。係。我覺得呢個都平衡翻大家嘅心聲啦，即係好多嘅本地家長都有講我哋係咪應該有優先啊？咁啊，應該照顧咗本地學生先啊？咁我哋都聽見唔同嘅聲音，即係都理解到而家要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你一定要係吸納多啲嘅海外學生、內地學生。其實內地學生都好多係精英嚟㗎嘛。咁我哋都即係希望都係一視同仁，但係點樣去平衡本地嘅家長之餘，本地學生嘅需求之餘，又可以吸納多啲學生，一定就係做大個餅，即係令到有更多嘅有國際視野嘅學科啦。咁我哋如果多啲學科嘅話，就可以吸引多啲學生，多啲俾到撥地俾你哋，地方可以俾多啲，咁你哋課程又多啲宿舍又可以俾多啲學生。咁所以點樣去做教育樞紐，一定係要做俾多啲機會俾你哋發揮，俾你哋多啲機會去擴展到。咁所以我相信響不久嘅將來咧，其實好快啦，我哋嚟緊北部大都會嗰度都有講緊，而家都講緊規劃一個蝴蝶型嘅大學城咁樣，咁都希望可以係吸引多啲學生，尤其是佢嘅地理環境放響北部嘅話，其實都會係吸引到更多嘅內地學生過嚟。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一個前瞻性嘅舉措。咁所以點樣去做大個餅，我都希望即係大學又俾多啲意見支持，希望政府又可以拆牆鬆綁，聽到你哋嘅意見，可以係將個政策可以放開咯。有啲研究都顯示咧，一個留學生咧，其實係帶嚟好大嘅經濟收益嘅。即係譬如我哋講個旅遊咁樣，一個遊客嚟香港，佢咪住幾日？但係若果一個外國學生嚟，佢係講緊係呢度住幾年，佢交學費、食住，佢家長嚟探佢等等，其實咧對經濟嘅收益係好大嘅。有啲研究顯示，一個咧係其實帶嚟好多
好多百萬嘅收益嘅，每一個收一個外國學生。咁所以從呢方面睇呢，就我哋政府係應該可以投放多啲去鼓勵，譬如話撥地做宿舍啊等等。之前我哋都建議過嘅，即係因為而家好多自資院校啦，暫時你叫佢一下子去收好多海外，佢都係有個過程嘅。咁所以開頭呢，我哋就不如起一啲好似大學城咁樣嘅，即係學生村咁樣嘅。咁呢就所有讀自資院校嘅都可以喺嗰度住。最緊要咧，嗰度就或者係交通方便啦，近住一個地鐵站咁樣。咁呢就唔需要一間院校孭晒咁多嘅宿位咁樣。咁可能就由一個機構去營辦都得嘅。咁呢個呢就會幫到好多，特別係細間嗰啲自資院校嘅。係。我以前都喺加拿大讀書嘅，咁而家其實翻去咧已經係面目全非啊！即係以前可能有幾棟係學生宿舍嘅，而家其實好似教授頭先咁講，已經係變咗係 University Village 有個大學村，咁其實已經擴展到去民居嗰度，都好多學生喺度住，有其他配套啊、便利店啊，咩都有咁樣，令到大家都係大家都係學生，令到即係更加融洽咯。令到成個學習嘅心態啊、學習嘅環境啊，更加融入學校嘅生活。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令到無論頭先講本地生好、非本地生好，更喺香港有一個歸屬感。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需要去推動嘅。咁我自己都覺得點樣去令到海外留學生都可以繼續留喺香港繼續做嘢咧？頭先教授都有講，其實成個學校產業、成個大學產業、學習嘅產業、教育嘅產業，其實係一個大嘅經濟體。咁所以我哋如果係留到多啲學生繼續留喺香港，佢哋嚟喺香港定居，喺香港生活工作，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長遠嚟講一個發揮嘅方向。當然我哋而家有引進重點辦公室嘅成立啦，希望佢哋嘅人士可以帶埋啲家眷啊、小朋友過嚟香港學習。所以我希望喺成個宣傳上面點樣可以俾到呢啲高端人士或者係真係進駐喺香港工作嘅人士、海外人士、內地嘅人士知道香港原來大學有咁多元化嘅，自資院校有佢嘅獨特性嘅。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好嘅宣傳，令到佢哋可以真係留喺香港，留翻啲資源喺香港咯。好，希望之後香港都可以跟住呢個方向發展，係啦。今集非常多謝Eunice 過嚟同我哋分享啦，咁佢都好認識呢個界別，提供咗好多意見俾大家。多謝教授。好啦，係咁，拜拜。拜拜。拜拜。